风挂就是巴肚，好势就敢来啊！这上基本，咱一定爱加减帮扶哦。啊，无你啊，就你去讲对，赛词对，啊对是啥物物件？对就是你讲喙啦，讲较土俗的，讲喙塌的啦，啊你叫赛词对啦，安尼啦。哦，啊，咱叫咱赛词对，其实讲这个对吼，就代表啥？你敢知影？代表咧咱的肉筋。哦，咱的肉筋讲，毋通讲我规拢无用，拢无爱用，安尼嘛毋对咧。所以较来讲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哦，全部肉筋拢啊拆掉咧，无有上天保护咱即个肉体，明白啊？哦，啊你若讲吼，乌白啊用，目睭吼去看乌白看，耳甲去听乌白听，喙去食乌白食。各位亲像乌白用，糟蹋天生。其实种好彩的啊，各位亲，你袂感觉吗？哦，真正咧，哦啊，所以较早吼有一个残疾者啦，哦，有